乡亲许多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今麦全世界拢有一种现象，就是少子化加上都市化，所以人口拢集中伫大都市，造成的结果就是偏乡的人口外流甲老化愈来愈严重。要安怎让少年人回到偏乡，进行地方的经济呢？日本伫2014年启动地方创新的计划。咱的行政院是甲2019年定为台湾的地方创新元年，希望达成均衡台湾的目标。今仔日的节目，咱就为日本到台湾来看偏乡小镇的创新。先来到日本九州的鹿儿岛，鹿儿岛的出水市上大特色，就是有江户时代留落来的武士咧住的厝，也阁有西伯利亚飞过来的河，都是伫咧遮的休卡。鹿儿岛推动观光，还阁有一项秘密武器，就是当地政府发予农家的语言翻译机，这予在地农民会当来打破掉语言的限制，接待各国的旅客，创造更较大的商机。今日节目一开始，咱就做伙来去日本的鹿儿岛，看因的创意甲创新。天多光，潮汕来到几万只白虎，伫遮咧讨食优雅天性。这是日本九州鹿儿岛卡古西马出水市的风景，全世界出名人气赏鸟景点。每年10月到12月，白虎会为西伯利亚飞3000公里，降落伫出水市渡冬，一直到过两年3月，潜水的数量甲好的种类是全日本第一。我们从南投来这边看鹤鸟，然后我们是上国际保育的课，来观察出水师对鹤鸟的保育，看起来成效是蛮好的。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鹤鸟在这边飞起来，感觉蛮好的。一定会蛮吸引的，因为它其实是会先了解说一些鹤鸟相关的知识跟它的政策，还可以实地来探访说这边的鹤鸟的它起飞的现况，或者是它们生存的这个现况。我觉得这还蛮让人家觉得兴奋的。观赏河群伫变成专属出水市的冬季的风景，市内53000多人，甲台湾宜兰东山乡人口差不多。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比例有32%。本来以农业为主的老乡村，慢慢转型观光产业，吸引赏鸟人数来朝圣。出水市这个观鹤的话，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有名的地方。他今天专程为了拍梭羽鹤，从大分过来的。白头鹤跟白颈鹤是稀少物种，有很多从欧美过来的观光客，比如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那种观鸟人士，每年来那个出水市来观鸟。日本和生性估计，2049年日本将有896个市町村，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地区会因为人口伤少面临消灭的危机。2015年起，出水市政府大力推广地方创新，结合在地资源甲人文特色，介绍予世界各国的游客，农家民俗小旅行更变成观光的亮点。命是生命，然后学是学习，生命教育这样。生命意义的。行きましょう。これはボンタンと言います。ボンタン。We call it ボンタン。文旦君。柚子in Taiwan ある。台湾ある？あります。そう。We will eat this in Moon Festival. そう。Yes. We watch moon and eat this. And cake.交流无同款的文化，分享生活经验。阮采访这一天，都有来自台湾暨南大学的学生，做伙行入日本家庭，体验农家乡村的生活。出水市外号是柑仔的故乡，伫农体后边的农地就种真侪无同款品种的柑仔，还有各种的青菜水果，都会使现卖。超酸，很多籽。
我觉得那个应该比较甜的，我们波伊克比较甜吃。这很甜的。You can very spicy. You can try now. Try. 啥的？在台湾自己有采过吗？采过辣椒吗？没有采过辣椒。我有采过茶叶，第一次就在日本。好玩吗？好玩，蛮有趣的。72岁农家主人大兵期间退休以后，返来到家乡鹿儿岛不得已接待龙别国际游客。我伫美国食头路10几年，英语真老，甲学生互动真好。不过伊嘛是有一个秘密武器。これは山芋です。这是山药。嗯哼。哦。Yes。山芋。山芋豆。山药长这样。山芋は美味しいです。ご飯にかけたりして食べます。跟着饭晚餐会吃。山药好吃，浇在那个米饭上吃。Okay. You got it? Yeah. I got it. I like Yamaimoto. Okay. 大家的话拢会使直接翻出来，这是出水市政府配合每一个农家的技师，沟通无障碍，彼此的心嘛更较旺。让来这边的人体验到日本的传统文化。为什么说传统文化呢？因为像这种乡下地方的话，是保存好日本文化最好的地方。出水市的话，其实年轻人比较少，所以很少那种生气。然后最近因为那个 farmstay 的话，来这边的年轻人多了很多，不仅是为他自己带来健康，也为整个城市带来健康。OK。That's good. Nice. 今天的晚餐，麻烦您煮啦。帮助好，斯克里马秀。走进日本家庭一起做料理，究竟他们晚餐做些什么呢？像大平家就有关东煮，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大阪烧。所以同学们，你们知道大阪烧日文怎么说 ？Okonomiyaki。那你们是在日本第一次体验那个吗？对。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好玩，好吃，很厉害。还没吃。那你做的？这是做好的。好，卡桑。Hey. Are they good? Eat very good. 多板肠的青菜经过女主人这个真好的手艺，变成好滋味的暗顿，人客嘛做动手做日式的料理，甲一般游客凊彩看看咧，观光行程不共款，甲当地农家做交流，更会使产生不共文化的效应。对，これ对。哇！香草鸡耶！以我在台湾住民宿的经验，它其实会比较像饭店旅馆，可是这里的homestay就是你真的会跟主人家有互动，然后你就好像真的他们家一份子。这边的老人他们的想法比较，我觉得比较国际，他们会觉得说，就是小孩长大了，就是让他放心的去外地工作。我今天参加了这个农活，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个力气再出国，可是我们不能自己出去外面看文化，可是我们可以把文化带进我们自己家。最开始弄这个 farmstay 的话是没有什么外国人过来的，然后现在因为加大力度之后，以一传十这种感觉，现在是一年有500多家那个外国人过来，就是为了这个 farmstay 来出水市。古典的日式丁园内面，欣赏已经变红色的饭仔叶，未输回到400年前的江户时代。较早武士大的出水路武家屋区群，1995年被选为日本重要的历史保存区，其中55座建筑超过100年历史。这边的话，主要跟其他日本地区的日本传统文化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是这一片区域都是武士传统的武士家庭，所以他们的茶道，然后包括那个琴道，都是有武士家族特色的日本传统文化。Posture changes, kimono. You stand differently, definitely. It's really wonderful. These fabrics are so very exquisite and beautiful and colorful, and I love all the gold in all these. 也想要穿着和服在武家宅邸体验在地文化吗？这里就有各式花色的和服让你挑选。接下来还有专门的老师为你着装。
先好好体验地道食糖仔饼、古朴悠扬的日本琴声，更加显示出悠扬古典的气氛。开放的3间武术的主体内面，也有日剧、刀击、拍片的地点，一个观光牛车沉水伫出水池独有的怀旧风情甲人文风味。结束了，过使将和服炸登去做纪念。主办这个活动之后，主要是吸引了很多外国人过来，然后他们都是想体验这个和服的活动。跟以前比的话，就是整体来讲，观光客多了很多，是2成到3成左右。鸡肉伫铁盘顶面煎甲皮皮叫，拼起来够香。出水市的地方创新毛美心，当地鸡肉的产量是全日本第2个。政府甲餐厅的业者共同开发在地食材，让游客享受到平民版的顶级美心。这家店的话是为了振兴当地的观光业，鸡肉的话是本地产的，然后新开发出来的那个菜单。地方创新提悬庄卡守镇的能见度。提振地方经济，出水市的观光人次为2014年到2015年都增加3万人。参加农批的家庭嘛，成长了5倍。在地活化了后，社会人间接得到照顾，解决高龄化甲人口外流的危机。再见。地方创生的最基本的概念的话，第一是停止地方的人口减少。如果政府的那个财政破产的话，就导致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方面没办法给居民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然后最终导致的话，在这里想要定居在这里的人口会越来越少，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过观光增加交流人口，可以为更多年轻人提供一些工作就业机会，一小步一小步，然后最终可以让他们能够想要在鹿儿岛定居。悠闲生态保护群流连过冬，100年古城，予游客留下感动的回应。鹿儿岛卡库西马的偏乡小镇，正行伫高龄少子化危机的坎坷之路。延误伫这人悠然拍拼要突围，发挥在地价值，官方民间串联合作，期待找回小镇活力。